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。申命记第4章第9节到14节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仆人。喜欢提醒兄姐，早期呢，我们都被教导，所以基督徒要成为上帝的奴仆。其实在文字上的了解，或是从概念上的了解，这都不是非常正确的。奴这个字，奴隶、奴仆，其实是来自 slave 这个字，有奴隶的意思。按照出埃及的精神，我们说解放。基督徒得救之后，就不再为奴，而是为仆。仆人原文的意思是 servant， 仆人是服侍在上者或是主人的，但是他有人身的自由。奴呢，则是主人的财产，他会被人买卖，没有人身的自由。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就成了上帝的仆人。但是仆人虽然有人身的自由，但却仍然需要顺从上帝的诫命跟旨意。申命记第4章第9节到14节，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了上帝的命令：你们要谨慎，在有生之日不可忘记亲眼见过的事。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，当年你们曾在何烈山山脚，站在上主你们上帝的面前，那时上主告诉我，你们要集合人民在一起，我要他们听见我所说的话，使他们学习终身的敬畏我，并且教导他们的儿女敬畏我。这样，你们都来了，站在山下，山上乌云密布，火焰冲天，上面冒出黑烟，上主从火焰当中向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却看不见他的形象。那向你们宣布他与你们订立的约，要你们遵行10条诫命。他就把这10条诫命都写在2块石板上。上主命令我把法律规例都教导你们，要你们在进入并且占有那块土地之后，切实的遵行。确实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其实就是真实的信仰，是真实的相信，也是忠心的仆人的表现。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教导他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如果你们把这些事情指示弟兄姐妹们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。同时，那信心的话和你一向跟从的正确道理，会帮助你自己在灵性上长进。至于那一些不值一谈的荒唐传说，都应当避免。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。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，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，因为后者带来了今生和来生的盼望。这话是可靠的，值得完全接受的。因此，我们辛勤劳力，
把盼望寄托在永生的上帝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他人的救主。你要把这些事指示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别让人小看你年轻，无论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纯洁各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在宣读圣经、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多下功夫，直到我来。不要忽略你的属灵恩赐，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的去做，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。你要谨慎自己，对你的教导也要小心，要有恒心做这些事，这样你不但能够救自己，也能够救你的听众。基督徒应当做一个在灵性上成长的人，做事有恒心，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以及纯洁上成为典范，也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。要赞美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？谁能述尽颂赞他的话？遵守他的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是终止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主啊，你善待你的子民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拯救我。求你让我看见你的选民的繁盛，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，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。我们跟祖宗一样，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作孽作恶。3节到23节，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作为，他们不愿意等候他的旨意，在顺旷野中，他们欲望无穷，在荒漠中，他们屡次考验上帝。他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但也降疾病在他们当中。在营中，他们嫉妒的摩西对上主的圣仆亚伦猜忌，于是土地裂开，把大丹吞下去。他也瞒了亚比兰和他的一家，有火降在他们同伙身上，焚烧了那些作恶的人。他们在何烈山铸造金牛像，向手造的偶像跪拜。他们用那吃草的牛像代替上帝的荣耀。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圣道，忘记他在埃及行的大事，在韩行的奇迹，在红海行的令人畏惧的事。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的子民的时候，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，挽回了他的烈怒，解除了以色列人民被消灭的危机。47节，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你的各国把我们领回来，使我们得以感谢你，颂赞你的圣名。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得到称颂，从亘古到永远来颂赞他。愿万民同声说阿们。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遵行诫命，能够追求灵性的成长，在各方面都成为好的见证，
作为基督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